Mario 廿五，Mary 20，你係人哋嘅？係，你都係人哋嘅？係咧，你啲化妝品好靚喎，邊度買㗎？你點解咁問嘅哦，人哋都好中意買化妝品。 ？Mario，你份人都幾 sweet 㗎喎。邊算嚟啊？係咧，你做成演員哦，我就係做化妝，咁睇嚟你都好大需求喎。不過用埋一樣嘅粉底，我驚你見到人哋就會掛住我喎。介紹你用另一隻啊，貴啲，女人都中意。哦，有冇 pay me？有5200過俾我。去開邊間酒店啊？Rosewood？齊料？何馬利，我係商業罪案調查科高級督察，而家你涉嫌同其他網絡騙案有關，我要正式拘捕你。你係警察？係高級督察。哦，高級咋？大幫板，大幫板，有人蝦